这间原台盐日式宿舍位于安平东兴洋行旁边，新建于1917年前后，是原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支局安平分市长官住所。二战后改为台盐员工宿舍，闲置多年后，经文化局招标，重新规划，将建物再活化，成为一个可以让民众放松饮茶的空间。所以呢，文化局在接手了这栋日式宿舍之后呢，是致力于说与民间的企业团体一起来合作，将这一栋日式宿舍给加以活化。那活化之后呢，能够让民众进来感受这边，不管是日式房子，然后乃至于这个庭园的这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因过去安平一带有许多的洋行，洋行主要是在做茶的贸易，因此与文化局合作的经营团队长期在推广茶文化，而泡茶也是国内外喜欢的生活方式。为了让品茶年轻化，业者也做了一些开发与创意，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来接近与认识。我们这边主要是做就是茶席体验，那我们是结合日式跟中式的茶文化，然后再做一个整合这样。对，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茶文化体验。在人来人往热闹的安平里，走进这个清幽安静的秘境。宿舍前方水域相传为知名歌谣《安平追想曲》中金小姐等待情郎的所在地。在充满复古浪漫的环境中，不妨坐下来细细品茶，陶冶性情。阮这个文化区同观光区拢连做伙啦，这是我细汉咧耍的所在，即马用的是有够清幽，所以特别感谢咱市政府的文化局，跟黄伟哲市长的努力，来让这个社区清幽佮文化，大家素质会愈来愈好。台南是一个拥有众多古迹及特色建筑的城市。台南市政府将其整修活化后，能促进街区再生，振兴地方，让历史建筑能以不同风貌延续下去。安顺盐场是台湾第一个制盐工业区，自1919年辟建至今，已有100年历史。见证台湾晒盐产业巅峰。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为推广在地产业历史与文化，透过规划及修缮，将部分建物空间宿舍活化改造成全新的盐业文化展示空间，与民众见面。我们希望让这里的居民或者到这里的游客可以知道，它这里其实真的风光一时。那我们到底可以呈现什么东西，然后让人家唤醒这一片曾经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些工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正好又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盐村，所以我们把这几栋很有历史意义的这些建筑物，我们希望把它活化应用，然后让这个故事可以说得更完整。安顺集盐故事馆建物原为盐场员工宿舍，让民众认识安顺盐场的历史与过去盐村的生活样貌。安顺工坊原为盐务警察办公室，现作为小型多功能教室。安顺生态资讯站原为盐工宿舍，修缮后1楼提供景点资讯，2、3楼作为生态观察、赏景的休闲空间。进入到安顺集盐故事馆，透过地上瓷砖的色彩设计，呈现当时半采盐、半采卤的范围和运输的规划，
这座百年盐场保留珍贵的盐业建筑及盐村聚落，有丰富的湿地，是进行生态观察及认识盐业的良好场域。为让民众了解400年前的台南安平是什么样子，在安平古堡园区内的热兰遮博物馆常设展于2023年9月23日开幕。此展览特别重建17世纪荷治时期热兰遮堡垒与市政缩小建筑模型，配合触控萤幕互动装置投影，让民众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点位，如热兰遮堡、热兰遮市政、乌特勒之堡、长官公署、市场、公称等地点，仿佛身临其境。其中展出有近2年考古挖掘出土的遗物，从17世纪到日治时期的2000多件瓷器。这些出土文物反映当时安平地区作为台湾面临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占领的首战，隐藏在台南地底下的历史痕迹，有着不同年代、不同样式的器皿碎片，呈现当时的生活日常及面貌。透过户外建置的 AR 扩增实境体验，共8个点位，民众可下载 App 来进行扫描，将可设身处地感受17世纪热兰遮堡及周边环境的样貌，与现存遗构对照。文化局在整修热兰遮博物馆拆除旧有的招牌时，发现被遮盖住15年的安平区公所门额。原来在1945年后曾作为安平区公所，文化局也因此将门额保留呈现，这历史的痕迹极具时代意义。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大园，开启台湾跃入世界的契机，透由展览重建400年前的样貌，让大众更能了解台南这座城市的源头，感受沧海桑田。